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街。新安街今仔日吼，哇，7早8早，毋是7早8早，4点就来到坎仔顶。你掠做我要来翕坎仔顶的鱼翅啊吗？30档进前我就翕过啊。今仔日要来找一个特殊的人，伊哦动脚动手，哦，佮行动来表示啥？对鱼啊真正有意爱，爱甲啥物？爱甲海边啊，关去到海边啊，啊，佮做做艺术品。到底是什么人呢？咱到底来坎仔顶鱼翅啊，来找伊。坎仔顶鱼翅啊，哦，这行高咧拍话，这就是吼，这30-40人甲咱同的吼，这哦，阮共运的啦，陈信祖。哦，大家好，信祖兄吼，正常。你好，你好。咱来看行高啦。好啊，好啊。你过去做跳手嘛吼？啊，我唔是，我做番啊。你做番啊吼？卖鱼啊来卖，嘿。哦，是。这恰章，这盘啊，这盘鱼，对。啊，这要安怎分？顶头这位叫做盘鱼，吼，啊，这位叫恰章，吼。啊，恰章伊的中文学名叫做黄背牙雕，伊的啥叫黄背？它身上有黄色的斑点，跟拍点嘛。对，斑块，吼。这个盘鱼咱叫做板雕，伊个另外一个名学名叫做2级长雕，它前面这2只，这头前这2只的背鳍特别大只，有哦，这2只有哦，特别特别长有哦，但是恰章无。恰章无，对，所以讲，然后伊的这个膝盖的所在有起挂了吼，是一只红抓，但是恰章无。对，所以讲2种鱼啊，比较起来吼，就是安尼的差别。人讲碗较歹，人讲啥物拗半鸡恰章，拗半鸡恰章。其实吼，咱必须肉就有感觉。其实差不多啊，然后价格天差地别。对啊，我会差足济。哇，人讲拗半哈。对啊，这可能1斤100块，这可能1斤才60-70块。啊，这是什么鱼？哦，这就这啊，伊这吼，这咱所知这叫做九高公啊。哦，这九高公。九高公啊，吼，啊像这吼，这咱所叫的叫做竹夹鱼。竹夹鱼啊。哦，啊伊这吼，这咱台湾话安怎讲？这叫其实这叫。红尾巴人，因为你看伊尾有红。我拢叫红尾当啊。无红尾当。红尾当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这叫红尾巴人。巴人哦，巴人的形啦。对，巴人啊，红尾巴人啊。啊，那我们像咱即马较通俗的叫法叫做啥吼？叫做这个竹夹鱼，竹夹鱼啦。华语叫竹夹鱼啦。其实伊是外来语。伊是为日本竹夹鱼对，过来。对。啊，其实咱一般人拢变做安尼吼。拢叫伊讲阿姨。你讲一下吼，咱本身这目睭是安尼扑起。哦，因为这种鱼啊吼，甲这恰章共款，当时啊吼拢100外米啊，780米啊，因为底栖的啦。对。啊，然后伊深海吼，啊，然后有当时啊，海水压力无够的时吼。扭起来是伊目睭会扑出来，甚至伊的内脏有哦吼，会扑起，会走出来，甲新鲜无关，因为伊这是压力所造成的。表示伊所在。对。啊，因为伊迄个鱼啊吼，会青到，咱即马安尼看目睭安尼圆会讲圆安尼喎，这表示这鱼啊真青吼，这蚵仔这真好食，啊会讲叫做蚵家网。蚵家网啊，这鱼啊足好食，肉足油腻的，啊，伊这算石手鱼科的鱼啊，吼，啊加黄鱼。咱讲个观众朋友，石手吼，就是它甲内面有石头啦。无，其实不然吼。其实无一定。每一尾鱼啊，伊内底拢有2粒耳石，迄叫耳石啦。耳石啦。咱国语叫耳石吼。啊，伊这种鱼啊，这种会叫石手鱼科，啊，伊的耳石较发达，然后甚至伊也从那边可以发出声音。有声，对，系啊，哦，这蚵仔这大尾，我真正真好食，真好食。我刚刚看到蚵仔吼，人有当时游下来吼，阮兜有电蚵，即摆已经出来吼，今日已经。有迄电蚵大只电蚵啊，有迄大只电蚵有炸。咱即摆反正会使去看到遐。这蚵仔呢吼，这蚵仔这真水，这真贵。
伫卡马顶吼，你鱼遐八袂煞啦，八一世人都八袂煞。但是我头下一开宗明义吼，就讲过，信座吼，唔是干咱要介绍鱼会安尼啦。我这30档进前就翕过啊，主要是要讲这个人啊，你头下就讲啊，你做 YouTuber，YouTuber 唔是干甲你教鱼会，其实哦，啊，佫是艺术家咧，做这个海会啊，会不的吼，伫海边啊去捡起来做这个艺术品。是哦，所以咱现在要来做拾荒老人，要来捡海会，来捡看卖，到底来海边啊 ？OK。遮吼，遮一个海水沟啊嘛，就是因为山顶迄个水吼冲来流落来嘛吼。拄开始来这个所在时吼，啊因遐粪扫足济，济甲济，你知无？我曾经吼为着要翕张相片，互大家看吼，互阮的志工看我，这到底粪扫偌济吼？我用一支叉，用骹甲粪扫吐开啊，叉下咧哦，啊是无做安尼做比例嘛，咱毋知影讲偌清，迄张相片偌震惊咧，迄支叉足深。然后结果我发现，结果发现我去迄条水沟上深的所在，到我的腰以下，规个拢足高的粪扫。然后阮伫遮吼，捡起来了，尾啊，阮上尾有伫遮过磅嘛吼，阮会过磅了后发现，偌济呢，4799公斤的粪扫，伫遮要5吨的粪扫呢，惊死人！你甲咱了解一下，你是安怎对着鱼贩啊，变做来拾荒老人？鱼贩啊，其实咱拄啊去迄个坎马顶遐吼，其实我咱哪行？好来，我差不多足久之前，我就差不多10几年前、20几年前，我就伫遐记录啊啦。哈，我就伫遐记录啊吼。啊，然后因为我是真爱海的人吼，这边遮。啊，然后迄袂堪的讲啊，看迄海安尼在粪扫遮尔啊济，啊，然后安尼看安尼，看到足唔甘。你是卖鱼的时阵看到粪扫遐济，还是讲因为卖鱼啊来钓鱼？其实甲迄较无啥物关系，因为我是来买啊，买啊来食的时阵。因为我有当时啊去坎马顶遐挂火倒转来嘛，啊挂火倒转来，啊然后挂火倒转来，然后我去翕潮境公园翕日出，啊，这骨头这里哦。袂来。实在讲吼，这位吼，这是算海流冲起来所在。对，硬拍起来粪扫，啊，伊个硬大时会当冲到沟仔底去，冲到迄边沟仔底去，迄粪扫惊死人。啊，然后遮吼，我曾经伫遮吼，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我曾经上悬记录，我即马到的同少嘛，伫遮看过超过8只的死的海龟。淡遮？对，遮这个所在上悬记录一天，就伫遮尔，就伫遮尔。变成海龟的殡仪馆、坟场。你来看吼，塑胶啦、板啊啦，这啦，干啊嘿，啊这是啥？雅纪，这雅纪啦，迄毋是粪扫，迄毋是粪扫，它是自然物。赖大啦，卡拉啦，卡拉挂。边啊还有一个，迄落，这个，包水果的这个无？对，你手搁落迄个，保利龙有无？你帮我，对，水果袋，水果网袋。咱是知影讲海龟哦，定定鼻孔去插着迄个树管嘛，啊无就伊去腹肚内面拢塑胶落啊啦。但是我看是无奇不有哦，足济哦。你敢若看这吼，这啦。这是迄个咱这就是吼，咱食迄个金马有哦吼，啊伊迄个内底是一寡臭的鱼啊啦、鳝嘛啦吼，啊用迄个金马篮啊去当金马的。诱饵笼啦，啊，然后因为伊造价俗，然后渔民用煞，可能就无回收，还是安那，就是等海上咯，可能流出来，所以阮伫进滩时定定去捡到这，这就是咱掠迄个金马的迄个饵笼啦，每一项粪扫拢新鲜迄种办。对，因为
加减啦，拢捌着嘿。因为我较爱研究，这就是咱一般的迄个饼干盒啦，迄个糖果罐迄个。做好心的啦，这零类吼。对。这呢？迄个一般的泡面。这泡面哦。嘿，泡面，嘿。这实在是吼。是。有车啊呢，对，你一世人捡袂完呢。因为这吼，来，咱看落来好啊吼，像安尼吼，咱会使看到这吼，像这有哦吼，这啦吼，这拢是啥你知无？这拢是咱一般的塑胶，塑胶了吼，大底塑胶啊，因为落个海底啊，伊经过迄个紫外线照射啊，甲热胀冷缩，伊会分解。啊，分解了，这叫做塑胶碎片，就变成这细个吼。啊，然后伊唔是安尼就结束哦，伊会搁分解，搁较细小，迄就是咱常常听到叫做啥？塑胶微粒。哇，迄个走来皮内面。对。啊，因为即马吼，咱的专家有研究过吼，甚至咱的胎儿吼。囡仔你胎儿妈妈的肚子里头的已经有塑胶微粒啊，所以咱即摆人类都变成塑胶人啦。对啦，对。啊，因为乱弹吼啊，因为咱人类太过依赖这个塑胶的物件，所以讲大量生产了后，然后无好啊妥善处理哦，垃圾处理不当啊，造成的咱即马海洋的真侪粪扫的状况啊，所以咱就是因为安尼，阮才出来做净滩。所以你唔通看讲吼，这有形的、无形的细幼啊内面哦，其实对咱人一生还是下代子孙影响真大。对，因为这咱即马所看这塑胶吼，咱即马只是看到伊是塑胶，但是伊会释放出足侪环境荷尔蒙啊、塑化剂啊、多氯联苯，然后这个物件加入了后，对咱的人体有啥物影响？查某会造成癌症的产生。查甫会造成迄个不孕症，啊，小朋友会造成迄个智力受损、发育不良，啊，就是因为安尼塑胶的危害吼，非常的严重啦，嘿是。啊，咱咧捡的时阵吼，敢就爱捡的时阵就要开始来分类去。因为一般的物件吼，像阮，因为净滩有分2种啊，一种就是讲，我捡起来了后，我会去分我。今仔是啥物物件？啥物物件吼？假设吸管捡到2支，保特瓶捡到几支，啥物啊？另外一类的就像阮咧做这，就直接，单类，就无你去分啦。除非讲玻璃啦，吼因为有真侪人讲，你迄保特瓶是毋是佫会使来回收利用啦？但是因为迄种保特瓶吼，经过海流的迄无法度，啥无法度，因为顶头会。过着足侪迄个 UI 啦，然后佫生迄个青字啦，因为迄种物件你收顿了后，因爱佫清洗，所以讲真侪业者回收的业者，因无爱去收这物件，所以阮就直接断掉，因为迄无迄个价值啦。对，伊一定无迄个价值，这算一般的泡面吼。伊可能变足定的呢。伊这是挂迄个工业用的迄个泡面啦。伊这唔知用啥物原则有哦，像安尼掰落开。虽然咱掰开，但是伊伫海底浸久，伊嘛是共款的分解哦。伊会变佫较细哦，像安尼有哦，咱的玻璃笼，玻璃笼，这就是咱一般用的迄个玻璃笼碗啦，泡面碗啦，这拢是一般咱。这乒乓。应该是乒乓球啦。对像这，因这是迄个药剂，应该。有人写批互你哦。讲到写批吼，迄个我海配基地有3期品种性，像这吼。这嘛认真要捡吼，敢若一窟就当捡真济呢。有，因为阮上悬吼，一般像阮的净滩的经验，曾经吼有真侪迄个志工，就是讲安尼，我今日一个落啊，互伊吼，然后伊跍落来。你海囝遐跍落来，迄地捡较甜吼，迄个人个免爬起来。你看迄个，敢若是伊即个范围尔哦，伊跍落来迄个范围就足济啊吼。你小心哦吼，你小，这是泡面，嘿对。你在毋遮捡偌久啊？6、7冬哦。我伫遮有自从有阮社团成立了后，阮开始来做净滩的是，阮伫遮差不多捡差不多6年。阮上悬记录伫遮吼。
一张净滩上济捌扣到4799， 4799，对对对，4799公斤的粪扫，实在讲吼，惊死人！咱就看哦，外好耍咧，有一届吼，啊阮扣煞了后吼，因迄清洁队吼，用迄个夹仔车来夹，夹到会起胶来骂，要求啊粪扫谁人会遐济？你粪扫车来，你大只粪扫车有无？伊个夹啊迄啊，迄一届来走5、6组。咱今仔吼，就开始吼，你掠做是咧无鱼啊，是，看招你看鱼啊，啊，即摆招你来看粪扫，来扣粪扫。但是我已经讲啊，吼，这信座啊吼，伊毋那是安尼，伊是艺术家，而且吼，啊，这科学普及，伊嘛有一份子哦，哦，这吼，伊在海洋大学内面一个空间，会当特殊吼，来甲大家介绍解。免得爱护咱自己，爱护咱的后一代，啊，咱的海洋，咱的地球。是，吼，咱来你的教室看觅。好，行。到底来上课。咱哦来到这，这个海废基地啦，海边废物的基地啦。是。这个所在吼，听讲是教育部互你，或是挂一个金牌啊。因为我伫净滩的时拢会捡足侪粪扫嘛，吼，因为这粪扫拢足特别、一特殊，因为我足想要找一个所在，有法度来展示，吼，展示这物件的所在。全部的科学普及啦，对。2019年的3月是都找到都跟海洋大学家合作嘛，这个海废基地就是咱即摆所起这个所在，然后我就这个所在来做一个展览，甚至做一个环境教育，透过这个展览。来做一个真有效的教育部教育，对，因为教育部咱的国家会认同我的理念，伫迄个2021年的时候，因为经过比赛，经过比赛，互我一个叫做10大科普基地，这10大科普基地当中，阮海洋大学这是唯一是一个学校的所在，其他都是企业，外口搞的企业，是无简单，你来看，这是手机啊。手机啊，我捡到2支货真价实的手机啊，这支是咱台湾的 HTC， 这支是 iPhone 的苹果机这是货真价实的手机啊，谁人会伫海底海机叫我捡到，我唔知，什么原因会落在遐唔知这就是我做一个有效做一个有效的展示咱过来咩讲到这机啊咧，机啊机啊，这我前2天金山跳礁遐捡回来一支，咱迄个强庙的机啊，表示我甲伊有缘，我甲捡回来遮。然后阮这海废基地第一个宝就是这电视机，这个电视机，安弹落去，对，电视机也有啦，像这这足危险的，足济，阮迄间捡足济，然后。过来就是一寡学生的创作这个创作足厉害，伊甲咱卖这因为这顶头写一个浙江嘛浙江的因这是种浮球，那不大概阮若去净滩会捡足侪这种的浮球，阮捡到这种的浙江的浮球的时，阮拢会甲连粪扫掺做的，等下等下分化如何去烧，烧的你想啦，烧个。制造一寡空气污染的，然后迄当中有灵机一动，是讲开始做创作，咱会使摕这互囡仔，甚至大人咱来做创作，创什么创作咧？今日这工变做啥呢？变做只啥？龙虾啊，波士顿龙虾，龙虾有无？龙虾10高水的火箭还有啥？这啥？这互你用。你知这是啥？这你一定知。这是大水虾，那水虾应该是海蟑螂。对足厉害，果然是内行的。伊就是用口罩做的，口罩对，内底是我都看无咧。伊内底包这个就对啦。伊是浙江鱼，用迄个新的口罩。然后伊这卡是迄个咱迄个口罩有无？迄个铁条有无？伊甲加落做卡，做了足成的，做了足成的。这只更较厉害这只是一个学生国中生因爸爸是海产店的
厨师啊，然后伊用正的吼，正鱼香，这是鱼的香气，落去甲做，这是啥物？哦，你来看这是啥？吼，这是只飞鱼吼，飞鱼吼，然后因为咱家人吼较潮湿，然后我摕到了，先甲紧甲喷一个迄落亮光漆，啊，无伊吼生菇即只料去，但是伊创造了真好，我推测伊这个香气可能是红柑的香气。红柑的香气，叫较大啦，叫较大啦，对，无一般肥乌那对，吼，然后个在做啥？哦，行啊鱼，这个较厉害，这个小朋友，哇，这个小朋友不但创作，伊个用引导的一寡泡棉有哦，咱无爱滴的泡棉，咱防撞的泡棉哦，加变成一只鱼啊，这有创作，这有创意的小朋友的作品吼，好。咱这种日本、韩国，对，国际吼，这是趣味咧，这只欠东风啊，只欠东风吼，只欠东风，这顶头是啥？瓶装性啊，哇，咱常讲瓶装性吼，阮这个海洋大学海备基地吼，阮有3支货真价实的瓶装性。这内面你敢有甲拍开？有这个有5个法国人跟1个德国人，伊可能是咱。交换学生的学生啦，吼来咱台湾读册款，然后伊用一张考卷，考卷的背面我就去写，2018年的，敢若10月1号弹，阮10月16号我带迄个一个科技公司去迄个芙蓉遐进摊，因伫芙蓉弹的哦，因伫芙蓉弹的但是我伫芙蓉捡着。就表示啥？这个品种是伊并无流出去，吼。所以其实真侪本数并毋是讲像咱讲哦，咱等下已经有诶会随着啲洋流循环，一直来这个如果蛋捞袂出去，所以讲伊这个就是啲朋友家迄落后两家蛋然后我啲后两家捡着，这个才厉害，连这也有啦。胖话你是唔通，千万唔通等下海里底爱摕互伊。摕互信助兄，这是趣味。有一届吼，去阮遐山顶，然后因为迄风台迄天风台来，但是无入来咱台湾。我伫山顶捡着，然后捡着，佫一个故事我好听。我捡着伊，因为这是算个人的财产，咱袂捡着，咱袂使占为己有。所以我就交诶，阮家人的派出所。经过8个月了，无人收，结果人敲电话来，财政局，你来领，我甲这个本数领到转来，今嘛变阮家的展示品，真趣味。这个时间敢是？不，这时间是我家己买。我掐串一点。我咧上课吼，有咱上课我需要看时间，所以讲这是。小蛋，我看其他的咱这扑球他都你有消解掉。对，这是迄个因的迄个掠，咱掠啦，迄个。城啦，就叫金马啦，对，这是迄个咱较古早迄个鱼网啊，鱼网的金马啦，层子，咱才有法度甲鱼网撑开的层子。这后，这才是厉害，这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收藏啦。伊一粒浮球要生这大粒的珊瑚酸蚵，真困难。原本这粒是我个人收藏的。我本来无想要摕来，我也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摕来才好大家看。这个偌久的本数。然后你来看吼，伊伫海底是安尼，这样飘。安尼浮的。对，伊这是电脑变，伊生卡，你来看吼，要好生卡这大粒，真无简单。对。这嘛是吗？这才是厉害，这吼是一台大陆的饮水机，你来看。来，主持人，麻烦你来看，顶头写啥？佛山区啦，顺德区啦，佛山角啦，佛山有做文烧无？咱常看迄落黄飞鸿的电影，飞鸿啊，拢有这种的，伊家己自我介绍，这是叫啥？冰箱。是吼，冰箱吼 ，OK。所以咱就大家就爱知影讲。每一个对面啦、女仔啦，这小项的物件厝里物件才来捡好。对，爱收好，莫乱等。他对咱就讲理性的说服感性的呼唤。所以呢，咱下手要来做啥呢？佫有做其他的艺术品，来看其他的艺术品。创作。每一年有1800万公吨。
会粪扫留喺海底，咱会当捡的，只是讲叔叔啊叫皮毛尔，但是啥啊，阮会遮侪人来牺牲阮的休闲时间，来去做这种别人眼中的戆代志呢。咱这代无法度去收拾，后一代就爱替咱排。这种的浮球吼，我海景啊捡到吼，然后我甲洗好清气，洗好清气了吼，我用机啊，甲机做平。你家用电机慢慢记啊？无用手机啊，手机啊记哦。因为这无，哇，这无好记呢。这种歹记的，因为伊会走嘛，然后伊个材质个电，因为对啊，伊这内底个掺足些铅啊、盐啊，这内底然后咱即马慢慢等来手洗哦吼，然后切开了吼，我就使做一只海龟。就做一只海龟，然后我即马等下甲画一个图，等下互你涂色。我大概画一下吼，然后你等下涂这个龟壳颜色就好。好。然后阮是利用吼，讲做爱利用伊这原本咱海景啊无爱的迄个房啊有吼，过来做创作，因为这房啊免钱。咱捡这阁未去违法，因为这吼废弃的海废木板吼，这不是漂流木。对，你咱捡漂流木会奖罚啦，叫政府罚啦，因为政府嘛规定吼，咱袂使民众袂使乌白捡，漂流木，漂流木袂使乌白捡，迄捡着罚了嘛是惊死人，迄罚了真严重吼。对，你即马吼，伫这个龟壳顶头，凊彩乌白甲画。这要过到写来条文爱头去，爱2年哦。通少吼，阮这个经验吼，如果你爱看什么色啦，如果这个色吼，像你即马安尼画，通少爱3、4遍以上。吼，你若讲像要安尼做一只安尼好的海龟吼，做好海龟吼，通少爱这种颜色爱画3、4遍以上。然后咱就是用这种的。咱无爱浮球吼，废弃浮球来做这种环境教育吼，这是上好的。第一，咱免开钱；第二，咱佫会使废物利用啦吼。就像人讲的，你将粪扫下掉的所在，伊就是这种资源。你若将物件下唔掉的所在，伊就变做这种叫做粪扫。这是真深的学问。那画这吼，那心情上这种真奇怪的感觉。是，这本来是废弃物，咱甲做较济，做较济艺术品，希望咱唤起讲大家唔通去再等这个物件。是。这实在是种矛盾。对。这佫叫做浙江戏。这厉害吼。这就是吼。人讲的，你黑白蛋，阮就爱后壁偷去收的。这毋是咱这代呢，真这下一代哦。因为咱后一代吼，因为咱即马所蛋吼，因为贪着讲贪快啦，贪方便啦，吼因为塑胶的方便制造真济，搁较济塑胶的粪扫出来。咱即马这代已经无法度去收拾啦，已经敢若。失控的问数去啊！咱即马，咱这代无法度去收拾，后一代就爱替咱排这种这种叫做环境的济啦。这有影爱有耐性。对，爱有耐性然后这吼，唔是讲一遍咱就画好，咱即马画吼，等下打了，你搁下，打了搁下一下，搁下一下，一下袂使搁2下。2下袂使，叫有通变做安尼。对。所以阮制作本来讲差画5-6分钟就会使，哪有可能？叫伊来画，对不对？叫伊来画，珊你来画。叫伊来。这个要打才过来套起来呢。对。你哪插我哪讲一个故事吼？来，有一天有一只海龟你哭互上帝听，上帝啊！我未负大汉，我就因为你海景食着人类的粪扫，也是去互希望甜死。但是我伫海底时，
我阁有足侪愿望吼，啊，阁还未实现啦。上帝就讲，海龟啊，海龟啊，你有啥物愿望还未实现？你讲互我听啊。海龟就讲，虽然吼我是海龟，但是我嘛足想要翱翔伫天空中，吼，我嘛足想要去天空飞翔，吼，像小鸟安尼飞，像鸟安尼飞。啊，上帝就讲，这简单。结果上帝派一个任务给我，哦，啊，今日我来创作这个作品，叫做趁着热气球的海龟来完成这只海龟的愿望。哦，虽然听起来敢若我咧画虎烂，但是这是一个真好的故事哦，尤其对小朋友来讲，吼，这是真好的一种教育。然后咱会使哦，选择教育。啊，选择创作像安尼，哎，足高水一只海龟，啊，一个热气球安尼有哦，吼，完成小海龟的愿望安尼，哦，就教育我们的孩子，哦，教育咱的囡仔啦，讲爱好陪占本数，哦，爱护咱的环境的重要性安尼。信主啊，你甲讲。即幅图你甲我讲，你感情足深的。对。这是安怎做？因为吼，我是一个净滩的志工嘛，吼，净滩做8年，我伫海边发现啊，将近要30只死去的海龟。30只。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真爱海的人，吼，因为阮做囡仔就伫海边啊生啊大汉，所以看到这种海龟死亡，阮会足艰苦的，吼，就即摆咧讲，我就开始有种感觉起来。啊，就是因为我伫净滩发现到30只死的海龟，啊，所以我一直想要替因做一件代志。啊，今日拄好有这个机会，吼，啊来这个，因为阮咱即马徛这个空间，伊这神器更神器的嘛。这只海龟吼，当初我伫制作的时，我坚持我一定爱用保特瓶盖去做。啥那有爱用保特瓶盖去做？因为保特瓶盖甲咱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一工内底可能爱开几落个保特瓶，对无？因为这保特瓶盖咱逐工拢去用。啊，其实拢真食落去。对。啊，所以讲哦，你来看，我这拢是不做底内底食的物件。啊，这塑胶落啊真济吼。啊，然后这是塑胶碎片，啊，过来就是这个鱼网啊，吼，上血克的吼，上惊讶的是吼，我曾经头一只死的海龟发现的死的海龟，经过解剖了。结果伊会发现伊不到底内底有啥布料呢？咱穿这个衫裤内底布料，海龟嘛有布料呢。啊，然后吼，然后咱看有哦，平刚插落树讲，这就是上经典的有哦吼。啊，然后海龟搞的鱼膏啊。对。啊，然后一寡因为一寡迄个海洋生物吼。海洋生物啦、海猪啊啦、海翁啦吼，啊甚至豆腐沙、海龟啦、银鱼区拢会叫这鱼网啊甜掉。所以我用这个概念去做这100度的时，啊有法度去来解说，吼来遮参观，甚至来我这个海废基地来上课的人，可以去了解。对。啊，一看就知影讲啊，这拢啥500到600个瓶盖去做，然后也悲伤啊，对，然后这是海猪啊吼，咱所知影海猪啊吼，啊因为这只做吼比迄只较困难，迄只时间做了长，但是迄只无讲真歹做，较歹做是这只，像咱这只歹做，因为你看迄只有边框嘛吼，咱会迄当照迄个框来做，但是伊这吼我是用排列式的啊，搁一点真重要的是讲吼，咱这瓶盖是不是有大细粒？大细粒是你插一个，你规个。轮廓就规个拢插起啊，溜啊，你就插起。啊，切胶袂呢？对，啊，咱我扣到这，然后吼，所以我常常你甲阮的来参观遮的人，还是学生上课，我常常甲因讲，当人吼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老天爷真的都会拢会来甲你斗相共。因为我当初伫扣这瓶盖时，我去海景啊扣去，制作这400吼，毋是上辛苦，毋是你做的事。扣的是，因为咱这有年纪啊，去到海边啊吼，啊，迄个瓶盖毋是讲一个你遐等你去扣的，一个爱去钻，啊，搁去钻，一个啊搁去钻，啊，咱才爬起来、开起来、哦嘿哟，转来种
捡转来。袂来，你爱去真勇行，虽然咱共运的，你比我较勇行咯。袂啊，我规组害了。啊，其他还有这小小的。对，因为这吼，这是我当初我的创作嘛。啊，因为迄当阵今年4月时吼，我有办一个活动，就是吼，用我提供这个浮球，这种的浮球，互全国的国中小学生去创作。哦。这个比较惊讶的是讲，你有看到这个哦？这个啥？雨衫。雨衫，轻便衣有哦吼，因为我伫拄开始出来做环保的时吼。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发现一只搁浅的鲸豚吼，海底啊，不倒底吼，足侪塑胶袋啊以外，还有一领，食几领？完整，伊唔食几领，规包的无透气的完整的轻便鱼。所以讲，我用这种概念来创造这。然后你看这个锁啊有无？这个锁啊吼，伊有一个特性，就是讲你甲透开了，伊会敢若开花安尼，然后我甲连起了，然后敢若一支花啊。用伊的特性，自然的特性，难免我想过加工，伊就做一个安尼出来。所以那是讲理性的说明，对，感性的这说服，对，大家让感受讲，咱真正爱咱家己的地球啦。所有问题吼，所有的环保问题，拢回归拢是家己咱家己人本身的问题。是，对，过来就把这。这艺术的唤起啦。对，过来就是讲，迄当阵阮4百拢做好嘛，当初阮申请400嘛，然后阮的副校长就讲，陈老师你才会使个利用，迄当我听到足欢喜，我加一个所在创作，我用网吼，用一块网，因为这家人啥无网上济，网上济时我捡过来，然后我结合一寡小朋友的创作。搁加上我个人的创作，本来这只是真有变网诶。这只本来这个房是我要献界，然后我本来是要我是要画白带鱼，结果画白带鱼画至尾，看到敢若是魔。对啊，我讲这是魔咧，对啊，魔教安尼一个撇啊安尼。对，我就是要白带鱼，然后这才是厉害。这个吼，这个房本来几头刀啦。对，这个房我本来要献界，然后看伊的形状，我是不是再来甲创作？然后看伊形，就敢一个鬼头刀，然后我顺这个形来画。我感觉这上趣味。对，谢谢你啦。谢谢你啦，谢你啊，谢谢你啦。但是要用平看。对，谢谢。因为吼，咱一般吼，如果咱若要讲叫你画只青蛙时，你是。这只嘛安尼正面嘛吼，我是用迄个侧面的角度去画，所以讲伊画起来形状讲看但是我甲你讲，迄只上趣味。海龟吼，这只海龟吼，这只海龟是我头一摆画海龟，所以我甲取名叫做平安归来啦，平安归来，平安姑吼，所以讲这是真好的意义吼，咱过来这边啦，这是吼，这是一只座头鲸吼，然后我去海边捡房仔时，捡到这个房仔足特殊的，尾后等下迄个我的所在时，我然后到底是要来个做啥上好？结果想了，一讲想了，用这个房仔，用这个利用房仔这个形状吼。人做一个座头鲸，做趣味的吼，然后安尼一个形状做特别的，然后画一个座头鲸，互大家看到较无共的。好啦，这个吼，这个就是杀人鲸，咱所讲的杀人鲸。然后我中间用一个浮球嘛，吼，然后把它画成一个杀人鲸，然后用一个废弃的木板把它做成，迄个做特别的。这吼，这趣味，这个大家观众朋友可取者。这个长尾冰雕，这咱台湾话叫做长尾鸟。对，是无错。长尾鸟分红色。厉害，大行的。这叫灰烟。灰烟呐。灰烟呐。对。这个行名叫做八尖呐。对。灰烟。这个来。这叫。亚叔，来考试者，他都有翕到，知无？什么鱼？牙雕。无啦，我讲台湾话啦，恰章啦，咱早起有翕到，早起有翕到啦，恰章啦，对，这个黄鳍东方豚，这什么物件？这肥肥的生气的，刺龟，刺龟啦，龟鱼啦，龟鱼啦，正确其实是龟鱼啦，对，但是一定爱甲咱介绍
几头刀的故事。爱情故事。哎呦，你的爱情故事哦。我唔是我的，来，咱来看。来啊，这帮吼，来我主持人我特别来甲你介绍一下吼，这吼真趣味。本来这两块房啊是我买的，寄村的吼，我用的房啊，因为伊已经闭起啦。啊，本来我是要甲迄单掉，尾来想想会使来甲创作。好，然后我用这个形状啊来做两尾龟头刀。哦，各位观众会使注意看，顶头这尾龟头刀，伊现在会叫龟头刀，因为伊的形状，伊的头壳敢若一支刀，哦，所以伊得名叫做龟头刀，就是因为讲伊的头壳较酷。某的头壳圆，吼，顶头这尾是公的龟头刀，这尾是某的龟头，吼。然后吼，伊一个爱情故事，就是讲因主要因伫海底时出没时吼，觅食的时拢是一对，吼，一公一某。啊，然后如果假设，吼，这个公的发现有食物的时，伊拢会让某的先去食，让某的先去食的时，啊，当时啊，咱伫拖着的时，吼，拖着的时会去先钓着某。某也去钓起来了，你会发现刚喺就伫船仔边，对，一直对，舍不得离开哦。啊，但是如果刚嘅先钓着，对啊，叫某刚嘅先钓着吼，叫渔民先钓起来，某就先走，敢若咱人吼。你是咧讲啥物？咱头一路吼，对坎仔顶，是吼啊坎仔顶。看人咧拍鱼啊，嘿，对啊，你也过去啊，踮遐工作过，是，你踮遐摊上你巷口你才有做偌久？哦，坎仔顶诶来讲，我差不多20趟岁啊，我就伫遐啊。我甚至10几年前我就开始伫遐做记录啊，因为我迄当阵啊，科技无即马才发达嘛，就用一台足简单的傻瓜相机啊，就伫遐录，10几年前就开始录到即马。即马这个做专业的。你怎？因为一般的喜欢啊，哪有这种想法讲，家己开始会想要去记录哦，因为这吼，这爱看个人啦，因为有的人像我对鱼啊真有兴趣，所以讲我才会想要去做。唔是干啊，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唔是，这甲一般的喜欢啊无共，因为喜欢啊分足多种，啊其中一种就是只是甲当做工课。哦，啊，然后伊对伊的专业嘛并无真了解，啊，大概啊有甚至甲人去介绍的时，甚至嘛有错误，啊，因为我对本身对鱼啊真非常的有兴趣。你家己分析讲，是安怎你这种个性？可能兴趣吧，因为我对有人是讲，有可能你读册的时阵，你是有这种背景，你敢有这种背景？我各种读4年读无毕业。正经的。哦，所以你嘛唔是你个性使然啦。嘿，是。哦，你就是真爱这种物。对。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吼，是，你家己自修，嘿，啊，共问嘛。对。吼，啊，到当你即摆会当安尼面对大众，你即摆一个月差不多面对这个来甲你参访，我头看这个房啊顶头，哇，真济世界5路台湾。东南西北的学生啊、老师啊来给你参访。对。一年才有偌济摊。其实因为咱进前吼，咱前2-3年啊都有疫情嘛，哈，啊疫情的关系非常的可笑，阮遮就因为要出来，较无法度出来，啊咱即摆疫情了就开始渐有真济啊学啦吼，啊要申请要来遮参观。我刚刚看我帮就了4摊的。对，啊迄种有已经过啊。啊，你嘛有带这个净滩嘛，吼？净滩还有。净滩你才有带偌济摊？哦，讲到净滩哦，净滩我差不多个人办要上百场有啊。上百场。对。啊，你有啥记录讲？差不多捡偌济档啊？吼，讲到这，阮遮有上好一个记录吼，啊，我会使徛无？啊，我来。阮遮有一台浮球吼，这是你啊，这个是阮伫这个哦181年迄天9月19号，阮吼捡动手爱台湾，因为阮的社团叫做动手爱台湾，阮迄天阮都破100公吨，都迄天吼啊，这是所有的参加的人吼会签名。啊，然后因为这阮是
全中华民国非营利事业组织头一个社团超过100公吨的社团是。实讲我看了这100栋，为恁欢喜，但是为这个地球嘛是悲伤啦。对。就是讲，这我就小等下来甲你问但是他都先来甲你讲，你做到这你敢有拄到这个？不管是你工作动手爱台湾，还是讲你做这个教育的时阵，你上甘心的故事，有拄到什么代志？上甘心的故事是安尼啦，有一届有一个阿嬷，伊住树林，树林乡我拢叫伊树林阿嬷伊非常甘心，伊上早是因查某囝来参加我的净滩。尾因转去了，因妈妈嘛知影70几岁然后伊知影阮咧做净滩，嘛来甲阮做净滩然后迄天佫雨来因为迄天佫雨来，然后雨伞穿咧已经足大个嘛是照甲阮捡我有一届我甲问讲，哎呀，你遐济岁就天恁哪会甲过来甲阮做净滩？伊讲人那粪扫拢乌袂淡啦，我来加减会当我趁我即摆叮当会捡来加减猛捡，足甘心足感动的。在这净滩的过程当中，除了咱踏咧海边咧捡，讲到这化学还是塑料，对着海洋对着咱人体鱼类这生态圈，这个影响之外。你会当举一下例你在净滩时，你对着囡仔班也好，对着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你讲到什么代志，科学普及的？那以我的例来讲啦那以我的例来讲，像我出去上课也好，还是伫这个阮这个基地遮分享也好，我足爱用啥？用我亲身拄到的一寡影片、相片来去讲因为咱即摆就像咱即摆坐安尼讲，但是只是我嘴里讲。我无搁较有力的证据。因为人类贪着方便制造一寡搁较侪一寡塑胶粪扫来，然后造成咱环境真大的负担。就像真简单，免讲啥物咧，有当时咱去海景去看，行到海景去看，海景粪扫足侪，这粪扫拢都要来，源头你都要。咱家己厝内对，这就真好。其实有当时真济，有当时咱像我咧甲学生囡仔上课也好，还是甲朋友咧开讲也好，我拢会丢一个问题这物件都要来，因为咱无需要讲伤侪答案互伊，应该去思考、反向、逆向思考，谁来会遮侪问题出来？动员嘛，差不多1万的人厝然后扣要100条但是谁来？阮会遮侪人来牺牲，阮的休困时间来去做这种别人眼中的戆代志呢？这就是互大家思考一个空间甲方向所以我会问一个问题，他拄仔阮的这行这做后咧问讲，咱甲这个物件做艺术品，上好是卖阁有这种物件通做艺术品，但是咱头下讲可能到咱无可能，短时间这是短时间无法度去改变的。就像咱拄仔咧农业进前，咱有咧讲阮今日咱这代一直安尼捡，但是这种情形会伫咱这代结束无？那以我的观察，无可能。短时间无30-50年这种问题，因为经过咱这个专家的统计，每一年有1800万公吨的粪扫流在海底。安尼每一年增加，咱会当捡的只是讲叔叔仔的皮毛尔，因为有真侪咱所了解的粪扫拢沉在海底，沉位海底，然后其实会当互咱捡到的是正经拢是足好运的，其他较歹运的拢沉，有可能是70%，有可能60%，拢沉在海底去，而且粪扫拢都要来，源头伫倒位，这才是需要
大家思考的问题，对。啊，就假设讲，阮这样推动就是讲，尽量咱卖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啦，啊，一个减用一支保特瓶，一个人一天减用一支保特瓶，一年365天，台湾有2300万人，咱就会使减少偌济保特瓶的产生。往前搁10年啦，你家己的愿景，希望这个海废基地也好，还是讲你的工作会当变做什么款，要行到偌远去？你有这个？因为我这个想法就是讲，希望咱透过这个海废基地啊，探讲咱即摆身体好行的是会当做是会当做偌济，咱就算偌济。因为咱这个物件，因为咱短时间无法度去改变的是，咱就尽量去做，尽力而为。这个基地有法度做偌久，咱就行偌久，然后咱就尽咱的力量啦。因为咱这个问题，毋是一朝一夕就有法度去改变，就是因为透过这个问题，实际阮8年伫海基啊捡到这个粪扫，这个影片，甚至这个相片，互大家看了后，希望讲大家会使为咱自身做起，真侪问题嘛，毋是讲全部摕互咱的政府，还是讲摕互阮这种环保团体，这拢是恁应该去做，无迄个代志。真侪物件拢是咱爱为咱本身开始自身开始做起，就爱靠全民这种讲啦。安尼讲，因为这要靠大家。咱是还是吼，今仔日吼，观众朋友开始看俩做是要来拍鱼啊，事实上是一个戆人，但是咱大家听着，这古早故事咧讲精卫填海啦，这只鸟用这含这石头用这一粒石头要来海填定啊，精卫填海。但是这个动作会当唤起大家意识，唤起大家群体来动手爱台湾，咱的环保意识。乃至到讲制造业会当来觉醒，譬如讲迄集皮灯啊，爱做较环保的啊，唔通伤害到人类啦，会当回收啦，在源头做控制，咱会当家己减用，甚至卖用，头仔日讲，会当来影响咱的下一代，水咱自身做起，就亲像这正常共款，咱今仔日世界万行代。拢伫咱海废教室，互你来看卖，咱是安怎爱动手爱台湾。恁伫都市内底用塑胶，你拢唔知影讲，阮伫海边捡粪扫是偌辛苦的代志，所以讲希望讲咱的观众、咱的朋友伫都市内底减少一寡塑胶的使用，像安尼你。